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哇！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搁见面咯，吼！咱有一口开猪的，就是感谢咱的主吼，互咱就是活咧，就是活跳跳吼，咱会当起来来学乐咱的主啊吼！好无兄弟姊妹，请咱来起立咱要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主是安怎的上帝？是供应咱的需要，因为伊是咱的牧者，咱无一项欠缺的。甚至伊带咱伫即个清净的水边，互咱会当安息。无管即个敌人是安那，因为主甚至伫咱的敌人的面前，为咱摆设宴席。你看迄外套动讲，互咱的杯，即个杯是啥物？毋是苦杯哦，是啥物杯？福杯，拢换出来吼。所以咱的主是永远甲咱伫地主，咱非常的感谢，所以咱来学咱的主，哈利路亚。一句鸟，咱嘛会使甲目睭闭起来哦，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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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无音乐无，咱伫迄苦难中，咱伫暗时困袂去的时阵，袂使有音乐嘛。总是咱嘛会使家己来唱一句尔，哈利路亚！咱来学了咱的主，咱就真好困，甚至无困，我嘛感觉心情真好，他就爱困。所以咱来咱来学了咱的主，哈利路亚，就是来学了主，来，咱来用无声、无奏乐的来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遍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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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上帝话，咱来读上帝话，请。我要唱主爱甲公平的歌，耶和华，我要你唱学乐的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界面。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兄弟姊妹，咱来主的面前，恳求上帝来光照咱。咱若是上帝要祝福咱，咱的位若是伫遮，咱当然会当接受着上帝祝福。总是咱若是偏差去啊，上帝祝福就流去了。所以恳求上帝，互咱知咱爱知咱有离开主啊，咱就来认罪。恳求上帝，搁互咱一遍机会，咱嘛来学乐这位有赦罪之恩的主。请咱开启来学乐，来认咱的罪，来感谢上帝。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是赏赐互阮生命开始，主，你是光照阮的主，伫咧黑暗中的主啊，拢为你为阮的生命来下载，主啊，互阮会当活动来归你。主啊，因为你是信实的主，
有怜悯，无快快生气的上帝，主啊，你有丰盛的主爱，无伫互罪恶真多领受束缚的难主啊，互阮会当来开嘴，学落你，互阮来清心来带领夫妻。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听人，你知人的软弱。主啊，阮有真济时阵，主，阮得罪了你。主，阮恳求你赦免阮，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要赦免阮的罪，除去阮一切不义。主啊，阮感谢你，也互阮今仔日会当活跳跳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主你伫溃死中间，你要搁一遍来甲阮讲，主你会听，搁一遍，主你要爱来阮。互阮来面对你，互阮来伫主你的听，伫主你的恩典中，主阮感谢，学落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来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啊，那咱要领受上帝话，请。耶和华，求你保守我脱离歹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因想要互我跋倒。有咱的遮的歹人吼，要互咱要甲咱车互跋倒吼，总是咱的主安呐，比这个较大。总是就是你若是跋倒嘛无要紧，应该无算毋知大跋倒几遍啦吼，100遍就算无够啦，超过100遍以上啦吼。总是主感谢上帝，互我打几回啊，搁徛伫遮你看，吼，这就是上帝恩典咯。咱搁坐伫遮。咱嘛是感谢上帝，90几岁伫遮哦，好无？咱落来有即个开始，咱毋免烦恼，毋免烦恼讲天顶当礼拜有迄个飞机淡仔飞来飞去对无？毋免烦恼啦，毋免管别人安怎讲，毋免别人搞飞机，咱毋免烦恼，因为咱有啥物？有上帝保护咱，所以咱就爱来祈祷。今日即摆咱开喙为着咱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为着咱的社区来祈祷，咱开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即块土地是宝岛，主啊，宝岛就是主你祝福的所在。主，阮感谢你，阮是福气的人，是全地的所在，主啊，充满遮的百姓，充满伫咱，充满互阮会当脱离着撒旦的权势，享受你的真理，互即个百姓你着自由，知影你是永远，知影你是国外的上帝，要来接受你。主，阮感谢你，你是台湾的主。主啊，你要掌权，你掌王权。主啊，你不管别人安怎讲，你不管别个国家有要承认阮台湾啊无。主啊，你承认台湾就对，阮就对啊。主，阮感谢你，真侪台湾的愿望。主啊，你也好用。主，你命令阮，就爱起来，来为着即块土地来祈祷。特别是即块土地，要真侪愿望，就爱有主你的福音。就是主，阮愿意离开阮的歹，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搁一遍知影阮活地是为虾米来活地。主，你为阮死，阮就为你来活。你每一天，互阮有平安甲喜乐。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为着有需要的人来祈祷，主关心你真侪项的代志。咱先来看上帝对咱的应允，请。我的心嘛，你着学落耶和华，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主的心意就是要医治咱拢总的病，主的心意就是要互咱所欠缺的拢得到供应。主，咱我靠主就无一项是好惊的，因为有主的听伫有咱的中间。你若有即几方面的需要，无平安的，你会当起立，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当中有第一次到教会的，你可以，你如果这几方面有需要，有人需要带导的，也请你可以起立。那我们弟兄，尤其是牧者。有穿背心的牧者、长子会到你旁边为你祷告哈。兄弟姐，我们一起，如果你有需要，就请你可以站起来。那其他的，如果你觉得我实在站不起来，主啊，你就帮助我吧，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主的灵、医治的灵、供应的灵就在你的身上。如果有需要，请你站起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开口来向上帝来求，开口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保守保护我们，主啊，你的心意是要我们的生命是得着那丰盛。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的恩典还够严格，主啊，好耶稣。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奉主你的名来宣告，你必供应敬畏你、敬畏你的人。主啊，你要赏赐，你嘛要互阮每一天活地会当得胜。因为主你是得胜的主，主你医治阮，互阮身心灵拢会当健康，灵里阮会当幸福。就阮手所做的工会当得到分托，为着就是要会当荣耀上帝，会当对人有利益。主，阮感谢你，应阮教阮，永远教阮伫地，互阮无孤单，我们不孤单，因为主你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要继续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到底来领受请。我求求你，你的信心所举手的时，求你听我恳求的声，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来。既然魂甲神、骨节甲骨髓。无切入破开心内这个念头，甲主意也无觉察，所以咱着好打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稳定，做及时的帮助。今日姊妹，咱要为着个人教会来祈祷咱的互咱甲主的关系会当搁较好嘛为着今仔日咱教会有胜利助学金，甲后礼拜的长子选举会当顺利为着中秋节，咱要有连续假期，互咱出入得到平安，甲厝的人来做一团圆的时阵，那互咱活出上帝的听咱嘛为着崇拜部来祈祷2021年的周报封面的设计甲崇拜部咱所上帝要使用的这种长老求主来备办为着圣诞节甲各种的这个庆典来准备来祈祷。兄弟姊妹，请咱起立，我们起立我们要为我们刚才的主日以及我们刚刚说的教会的各种的事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这个上面有祷告词你可以看着它跟着它来读，或者是你就站在默祷跟我们一起也可以咱三个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听阮，主特别是这个所在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主你的教会就是要起来，主就是要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互阮不管是崇拜部是阮的生日助学生，也是阮的各种计划的事情，尤其是后礼拜的这个选举，主恳求主你来感动阮的心，主互阮选出合意的长老甲执事，主互主你来所用，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要斗阵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着用感谢立伊的门，用俄罗立伊的院，着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要做伙用咱的心、咱的神，要来雕跳俄罗耶和华。我心要俄罗耶和华，因为是天龙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俄罗感谢，伊就是阮的灵甲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赏赐予我答高呀，我心要俄罗耶和华。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咱看起来俄罗，我心要俄罗耶和华，因为是尊荣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
大声唱歌，学路感谢。伊大求阮要恁甲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阮王。伊的心事予我担，到夜我心要学路也苦关。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咱毋是欢喜才来学乐耶和华，对无？咱是学乐耶和华，才互咱的心欢喜快乐满足。阿妹吗？咱要搁一摆来学乐咱的上帝。我心要学乐也苦关，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力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学路感谢。伊大求阮要恁甲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的相思予我担，到夜我心要学路也苦关。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咱请姊妹来唱，我要大声唱歌，学路感谢。伊大求阮要恁甲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的相思予我担，到夜我心要学路也苦关。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请兄弟来唱。我要大声唱歌，学路感谢。伊大求阮要恁甲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的相思予我担，到夜我心要学路也苦关。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咱做伙来学路。我要大声唱歌，学路感谢。伊大求阮要恁甲你甲我，你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的相思予我担，到夜我心要学路也苦关。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咱拍婆啊，甲学乐甲烟根归乎耶和华，大家请坐。咱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来献上咱家己做伊欢喜的祭。献上家己做祭，完全降服伫你，深深的回来kun守，稳定的有地落来，踏出真正脚步。高举基督这旗，你予阮做海洋旗鼓，予了阮做前边，咱着。
踏出真济脚步，高举基督前进，伊予阮做下应旗鼓，护着阮做清兵，咱着来保健耶稣基督的教会。咱着起来守护其中的歌曲，摒弃规坏的这段，头放受了的灵魂，愿你永远的国度降临。咱着来奉献，咱着来奉献耶稣基督的教会，咱着起来守护其中的歌曲。摒弃毁坏的这段，头放受了的灵魂，愿你永远的国度降临。搁一摆来，咱着来奉献耶稣基督的教会，咱着起来守护其中的歌曲，摒弃毁坏的这段，头放受了的灵魂。愿你永远的国度降临，愿你永远的国度降临。咱就好搭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稳定，做咱及时的帮赞。咱要投靠的是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倒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信心伫你的思维，看见你的坚强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倒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话语敬拜。大水泛滥的时间，你的宝座。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心事伫你的思维，看见你的坚强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倒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话语敬拜。大水泛滥的时间，你的宝。
人的世界，你的宝座顶最王，不管风烟向何打来，手里的人拢无挂来，洗手动人的世界，你的宝座顶照光，你的赤手也关在全地，胜利的力量你是的。你的正手，你的正手也关在全地，胜利的力量你是的。主啊，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主啊，你是阮生命的源头。有一天，阮也要倒转去到你的怀抱。你想是阮活命，要互阮应允是丰丰富富的活命。你想是的活命是分享的活命。虽然阮面对阮的环境的凶恶，阮面对对方的威胁，要攻击阮，要侵略阮，总是主，你是阮的主。若无你的引准，无人会通顶动阮。主啊，互阮伫即个困难、伫即个惊吓、伫即个不安的环境中间，主，你讲，既若劳苦担重担的，会通就近你，你就互阮会通伫遮来得到安息，得到平安。主，当阮透过学老敬拜，就正做你的宝座，求你欢喜来坐，互阮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着就是要得到你的怜悯，得到你的恩典，会通成做阮随时的帮助。主啊，就是你的瓦靠，阮无法度靠着这个世界的强国来保护阮，阮只有瓦靠你，伫阮出阮入，伫阮的国家面对着危急的时、困难的时，你互阮的执政掌权的有智慧，你互阮的百姓会通认捌你，因为所有拢是你所想事。愿主赐阮，互阮伫礼拜中间透过你的真理帮助阮，会通得到自由，也来回应主你的恩典。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上个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303首，圣诗303首，主我要学罗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
主，阮要学落你，主，阮要感谢学落你，用阮的全心全意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你创造保护阮，无论日时暝时，拢做阮的帮衬甲保护者。阮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主，阮要真实听你，阮要全心全意来听你，因为阮伫你的内面有欢喜快乐。因为你会听甲阮顶，阮看见家己的软弱。因为你来洗清阮的过失，帮助阮搁较听你，甲你建立和谐美好的关系，也对你来找到人生的喜乐。主，阮要来服侍你，阮要全心全意来服侍你。由你来呼召阮，主，你将你的心意放伫阮的中间。大伫下礼拜，阮有长老甲执事的选举。叫你将呼召的声放伫阮的中间，以呼召阮来成做你下用的器具，同心来服侍你，来归荣光你的名。所以也要为着今仔日本主日，阮的所要举行的生日祝福金，来求主你来掌管，或者委员会当用主你的心意来讨论有好的决定。主，阮也要为着中秋节期连续的假期中间，求你来保守兄弟姊妹出去会当平安，伫家庭中间有好的连结。咱也要为着崇拜部的事工来祈祷，无论是伫明年邮报方面的设计，也是你所要使用的动工，以及伫圣诞节的赞美礼拜的各样的准备。愿你的亲自来帮衬、来引带、来陪伴。只是阮也要恳求你，祝福伫阮今早起所要听的道理。你的神甲智慧临到伫阮的中间，互阮刻条伫心内，遵探你的旨意来行。阮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求主怜悯。请坐。咱要先来启应经文第24，就是诗篇100篇。经文24，全队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手学落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无有的摇魂。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上赞正于伊的殿宇。用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圣，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续到万代。是咱要请洪水玲长老来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是主啊，我情愿。
大家来领受上帝话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21章第1节到16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1章，咱们对第1节看到第16节。台语汉字本的圣经伫160面，外本的圣经伫195面。《使徒行传》第21章，咱们对第1节开始，咱同心来领受。阮已经离伯因飞船直直到高斯，隔日到罗底，对遐过到帕代拉。拄着一只船要过去腓尼基，就搭伊起身。伊计划看见古比路对正边行过到苏利亚，伫吹罗上山，因为船伫遐下载。第六学生甲因带7日，因对神感动，甲保罗讲，无伫行到耶路撒冷，遐日已经满。阮起身行，应人甲某囝送阮到城外，就拢跪落伫海边祈祷大家3时。阮上船因倒转因兜。第7节，阮对水路行前就到道里麦，请安兄弟甲因带1日。隔日起身到该撒利亚，入传福音的人腓力的家，甲伊3甲大，伊是迄7人中的一个。伊有4个查某囝，拢是彩色女，也做先知。阮踮遐几若日，有先知名阿加布对犹太落来，就问阮提保罗的大伯家己的骹手讲，正是讲犹太人伫耶路撒冷要安尼拔即条大的主人交伫外邦人的手。阮听见这话，就甲迄所在的人。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保罗就应讲：恁省事提口来造作我的心啊！我为着主要所的名，毋若受绑，就死伫耶路撒冷，也已经变啦。伊毋受苦刻，阮就煞讲：主的旨意得到成就死。这日了后，阮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该撒利亚几若个学生甲阮去。也带一个古比路人拿顺一旧的学生，阮要叫因兜以上。这是咱要请本堂老鹰杨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爱献上。牧师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咱要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献上。请问献上会出现伫字典内面？啥物种的解释？献上真侪时阵，就是咧讲基督徒也是宗教中间，咱将咱所有的献上伫个这段。搁一种的意思就是讲，当我若是别个国家的附属国，我就爱安那，我就爱献上啊，这个供物供赏哈。是安那，就是要求你安那来保护我，我求你来赏赐我，求你我献上一点仔，求你来赐福满满互我。兄弟姊妹，咱基督徒伫主的面前，咱爱献上，献上啥物？搁较济会解释，就是咱伫个敬拜中间，今仔日会知，咱伫遮拢已经献上啊，就是献上咱的身躯，对落雨天穿好衫来到即个所在。咱的主感谢咱所献上的一切而落，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是啥物人啊？阮竟然会当伫主，你是上帝，你是即位上大的主面前，阮通好来敬拜而落你，阮通好来献上。主，或者阮的有一个动机，阮心内是要献上，用少少来换助你，互阮的赏赐满满。
或者是阮会当献上阮家己，互阮有安心，是主你的保庇。也是主，阮献上遮，是因为主，阮无路通去行。主，阮只有来到遮。主，你是主爱的主，你拢感达。既然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听你的话，搁去照安尼去行的，主，你拢无计较阮的动机。主，你要一步一步引带阮行，祝福，互你祝福的路。互阮每一天拢活出主你要赏赐互阮的喜乐甲平安。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当礼拜是咱前李登辉总统伊的个别礼拜，大家拢咧讲即位咱所敬听的所谓的民主先生，伊嘛是伫主内的基督徒。伊一生拢伫少年的时阵，伊就一直咧思想，特别是伫咧伊差不多5、6年的时阵，国民学校，伊就一直想想死，想死吗？思想想甲想要去死无相共。想死是安那伊想死，因为伊一直感觉讲是安那人生短短人是要为虾米来活，所以对国民学校伫日本的时代。伊就开始要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伫个憔悴中间，伊甚至要做日本兵，伊也是想要安那，为着日本安那，愿意讲我若死伫个战场，毋知活好毋知活好咧，活呢啊好诶。即句话咱听起来敢若足亲像保罗讲过的话。若是会当互我选择，我死。比我哋搁较好，因为我是伫主遐。咱李登辉先生总统前总统，伊就是相信上帝，感谢上帝，所以伊得到即个福气了后，伊就知伊一生有主来引带。所以伊定定咧困难的时阵，伊就提出圣经来，讲哇，主啊，你来引带我，我要安怎伫你即个国家？哇，伊一掀开，哇，主我感谢你。所以伊讲足歹势啦。伊特别若是困难的时阵吼，敢若咧。抽签卜卦安尼，圣经一显的，主感谢你，我足感谢讲上帝，毋是互伊去显着迄句叫做啥？犹大要送掉迄句吼。主啊，你感谢你引带李登辉总统显着的拢是安那对咱国家有利益，所以咱会当看见即位上帝伊所挖苦真奇妙。伊安尼讲，一遍搁一遍看起来，敢若是偶然敢若是安那臭拄坎的。总是上帝会互即个臭拄坎变成安那必然的，让偶然变成必然，实在是真奇妙。因为主互听相信伊的人，伊所听的一步一步行路，行啥物路？就是迄句你等会儿大家拢知知嘛吼？你等会儿是咧叫人，还是咧讲你等一会儿？这就是机会。咱若看到一张相片，我毋知真侪人咧讲李登辉总统就是机会主义者啦。安怎讲？因为伊真悬差不多敢若陈如山长老学悬180几，总是蒋经国先生无遐尼落，差不多我安尼嘛吼。所以你敢知有一张相片，李登辉总统甲蒋经国先生行路的时阵，你知伊安怎行无？伊毋敢比蒋经国较落，伊安尼行。所以有人咧批评讲，伊是机会主义者。兄弟姊妹，无事应然无事，毋是安尼看。兄弟姊妹，当咱若是有机会来，咱的主要互咱有智慧啊无？机会来了，你有没有智慧？你有没有智慧去抓住它？你有没有智慧去把这个机会变成是可以祝福自己、可以祝福别人的？这个机会，你若无智慧，真歹势。这个机会嘛是会变成安那灾难。所以咱的主，伊就是互咱的一个机会，就是活地。咱一生，咱即马还阁活地，这就是一个机会。虽然李登辉总统到尾年老的时阵，伊捌讲，伊讲我随时拢离开拢无要紧，甚至讲我伫个原位的时阵，我离开拢无要紧。我死嘛无要紧，敢若今仔日经文，对今仔日21章开始，
前几站咱看到保罗先生一直咧赶路，一直咧赶路，甚至伫20章的时阵，都有人甲苦劝讲：你毋好去耶路撒冷哦，因为你遐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你去会遇到苦难哦，不要去。总是安那，就是即句话尔。保罗先生安讲：我已经准备好离开，拢无要紧嘛。我决意。到今仔日21章，搁较济。咱等下有看经文，遐个受圣性充满的人，伫圣性内面的人，甚至先知就甲伊讲：你即摆若去耶路撒冷，你会拄着遮尔恶担当的代志。迄个有耶路撒冷会有饥荒的，迄个亚加布，迄个先知伊嘛安尼讲，甚至佫演出剧，经文内面有讲安那，保罗的即腰带佮提起来，佮甲别个手会讲安那，你就是要拄着安尼的代志啊！但是总是保罗安那讲，无要紧，我就是要安那为主来死，我随时离开拢无要紧，兄弟姊妹。保罗嘛安尼讲，我随时离开拢无要紧。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总是其他人拢讲，无，你袂使离开啊！不，你不行离开。兄弟姊妹，你敢捌拄着讲，你即马伫咧你的公司，你定咧想讲，我随时离开拢无要紧，我就是袂瘾食你这头路啦！我随时拢会使离婚啦！我随时。我随时拢会当离开，爱是主的心意。毋是讲我即个结婚，上帝已经互你即个结婚，我随时拢离开，我足压杀你的啦。其他的人讲不，你袂使离开。安怎讲呢？到底谁受的圣神，才是真的圣神对圣神来感动呢？咱要来看，即个任务是谁的？咱对感动要安怎变成行动？当伫昨礼拜的时阵，会前礼拜伫少年人遐，因为着即个疫情的祈祷，哇，大声来祈祷，无输足感动的。总是我一徛去你台仔顶，发生啥物代志？我讲兄弟姊妹，咱为着即个疫情。咧感动，咧祈求，咧祈祷，总是兄弟姊妹，哪会看落去，敢若三个戴口罩，早暗。兄弟姊妹，咱是8大行业其中一个对无吼？电梯有写嘛吼？咱是来教会，咱是爱带啥物喙暗的呢？咱若是敢若祈祷，若是敢若感动，咱无行动，喙暗无挂起来，拢过伫空。所以，咱若是有感动，咱就爱来行动，因为感动甲行动中间距离还很远。愿咱今仔日听到主的感动，咱愿意有行动回应，讲主啊，我伫遮，我还阁活着一口气，我要互你来用，毋是为着要换你的祝福，毋是要换你来保庇我，毋是干那安尼啦，毋是啦。是你嘛要祝福我，总是我知，我献互你的时阵，我的性命就有意义。无我活着要创啥？我咧为着食3顿尔吗？我会食宵夜吗？人生敢安尼尔？所以咱要来看，啥物人的感动是对圣神来。首先，咱可能就爱来想，啥物是圣神？灵就是神，有足侪个神。咱7月咱即马早关几门尔。遮个神嘛是神哦。只不过，伊无一定是性格的，无一定是对你好的，毋是对你好的。只有一位是十字架顶，伫十字架死，罗永虎死过活的耶稣基督。伊上天的时阵，伊赏赐互咱，伫每一个相信伊的人，伫洗礼的时阵就有一个灵，伊咧你的内面，要甲你来相通。要甲你来讲话，所以伊会定，互你有一个感动，互你一个禁止。我毋好安尼做哦，也是讲我一定爱安尼做。总是咱来想，这是信心吗？无是安那敢若今仔日的经文，大家拢甲保罗讲，毋通，你毋通去。总是保罗讲，袂，我就是要为主死。若互我选死较好，因为我要去遐。
水真无比的，天堂我要较早去。兄弟姊妹，主若还袂叫你去的时候，拜托先莫去，好。用无输的话讲，即摆足无用的啦，吼。若是主要爱咱去见伊的时阵，咱再来见伊，好无？咱就是轮的，咱安尼轮的，信心要帮咱要真多你会开来，所以信心是啥物？信心就是信心充满的人，咱要讲就是咱若是一个信心，就是敢若水落头。我们常常说圣灵感动像水流，信心感动敢若水会流。这个是你的性命，总是你的内面足侪啥物？我坚持透早起来啉咖啡啦，我若要互当较迄落，我著爱食健康食品，所以我逐工24小时爱偌济运动啦。这有诶无诶？请问你的性命有装足济你家己想要爱诶物件无？若是这是水道头，信心充满，请问，这个充满较济信心，还是一个一或者是二？一的举手。感谢主，大家很理性，眼睛也没坏。因为咱有太济，咱的生命中有足济，咱家己感觉真重要的代志，充满咱24点钟。咱感觉迄个是上重要的。主，你呼调我放一边，所以信心充满你的时阵，要祝福你的时阵，水性情低袂济啊，一对落落安那满出来，是满意啦。福杯满意，总是安那无留伫你遐。因为内面有太济，你家己感觉真重要，自以为咱家己感觉足重要代志，互咱阻碍咱甲上帝的关系。但是咱的主听咱，伊毋甘嘛，伊会毋甘，所以伊会对人来讲话。伫倒位咱知？伫使徒行传，今仔日咱嘛看到腓利，伊特别伫即个第8章的时阵，信心对腓利来讲，你正去，我去安那迄台车。来传福音，互迄个啊！咱看腓利今仔日经嘛出现咯，伊几个查某囝？4个。所以信心对人来讲话，毋是干那对伊嘛，对彼得哦。这段经文就是彼得伫安那看去啥物异象，有迄个四支骹，因讲袂使食的安那，有声音叫伊安那，摕起来，袂使食啦！伫咱的信用内面袂使食，但是安那，咱以为传统的，咱以为这个是脏的，我们以为这个不能吃的，但是圣灵怎样充满启示，彼得安那愿意甲这摕起来，愿意甲这摕起来，咱内面搁较空啊，愿意顺服讲主啊，是愿你的旨意来成就，安尼我就来传福音，对外邦人。总是你若是甲食，你家己感觉讲传统啦，这安尼才对啦，这才是道理啦。人古早人拢安尼讲，阮古早嘛安尼，安尼信心会旨意伫你的心内是真恶正。愿咱拢互信心充满的时阵，甲遐个无好的、无合上帝旨意的心意拢冲掉，互咱的心真正倒通信心，互信心。来带领咱，成就的就是会超过一切咱所求所想的。所以咱看，这经文嘛对教会来讲话，毋是干对人讲话，甚至吩咐人要爱安怎做。兄弟姊妹，你会感觉讲，圣经内面到底对人讲话，敢即几个尔吗？互牧师卖一个关子，请你去参加小组。小组长一定会甲你讲，伫圣经中间出现几遍信心对人来讲话，好无？所以兄弟姊妹，邀请咱大家，毋是干做礼拜就好啊。今仔日信心透过这段经文，甲牧师、应用牧师来邀请咱大家，一定要参加你的小组，毋是干后礼拜和会爱来选举尔，毋是55周年爱来参加尔，毋是。普通时咱伫个遮领受就到小组，因为伫小组有咱礼拜无法度做到，亲像我即马都袂甲你讲，是毋是禁止我甲恁讲到底圣经讲几遍，小组长会甲恁讲。所以请咱来参加小组，因为伫小组内面咱3夫妻3分担，
伫小组内面，我们就同苦同欢乐。是圣神对咱来讲，这话为着就是要互咱伫个祝福内面，无爱互咱伫个祝福外口，愿咱会当听见圣神对咱讲话。讲啥物？啊，讲迄个人吼，真讨厌啦。啊，伊讲的话吼，拢迄个543的啦。啊，我啊，我甲伊斗阵啦，即摆远啦，看到伊教会入来，啊，我对边仔去啦。请问这敢圣神的话？啊，搁有我甲牧师伫疫情中间，阮有服侍一个位，伊领受伊定定圣神充满，定定讲方言的。有一天甲无甲因翁讲，我伫个几月几日以前，我一定来离婚。兄弟姊妹，这敢圣神的话？毋是，圣神的话毋是安尼，咱爱照真理，尾仔才知影讲啊，伊是头壳内面感冒，吼，伊去小可迄落感冒着无平衡，啊，所以咱就爱看医生，爱食药啊。所以兄弟姊妹，昨仔个有人来应验牧师讲，啊，医生讲叫我爱食药啊，我爱食啊，当然嘛爱，因为医生嘛是上帝创造的啊，你家己要做医生哦，无，吼。咱嘛是按照上帝真理，咱上帝要互咱健健康康，要互咱用无共款的方式啊，就是咱爱好好啊来活着。所以咱所行所做，就是甲真理共款。啊，咱人安怎回应？伫今仔经文中间，就真济的矛盾哦。安怎的矛盾？头一个，咱就看到安那，即个推罗的文图，伊即个考劝保罗伫个20章的时候讲，考劝保罗讲，你毋好去。伊耶路撒冷，因嘛是互圣神感动哦。总是保罗安怎讲？我爱灵去捆绑，我一定爱去耶路撒冷。阁有一位，保罗要对各所在每一个所在爱关心留落来。总是咱今仔看第1节甲第3节中间，伊甚至有诶才留一工，甚至伊才留无啊，因为伊诶心一直被绑，想要去安那，想要去耶路撒冷。总是遮嘛是拢圣神特别，甲今仔经文有几位先知明明甲伊讲耶路撒冷安那被打啊，总是保罗嘛选择安那讲，搁较安那艰苦，我嘛是要为主去，为主去，无我活地是要创啥？圣神因为疼心，信徒因为疼心可劝伊毋好去，总是保罗犹原决心要为主去，为主去安那？毋是受祝福，为主去安那受着有苦人咧等伊，这就是一个心志。讲我主啊，就是安那艰苦，我嘛爱为你去。总是毋是干那决定尔，爱有行动，毋是干那嘴讲我要去，尔是咱爱有行动。有一个爸爸，单亲爸爸，伊是足辛苦的，伊带4个囝。儿子啦吼，逐个拢爱读册，逐个拢爱，伊伫个工地咧做迄个工务，总是伊每一工吼，拢每一礼拜会去教会，因为伫伊个部落内面，伊个妈妈本身就是一个祈祷的人，所以伊就祈祷上帝。有一遍伊足艰苦，啥物？伊一个囝吼无学好，互伊安尼足白白的，搁开车工弄着爱赔钱，伊就咧就咧无钱啊。伊就咧即个工寮内面，伊就甲上帝祈祷：主啊，你带我去，我死的好啦！你叫天使来啦，我无爱活啦，死的好啦！伫个伊祈祷完的时阵，有人甲拍门啊，啥？我天使，听讲某咪忙，讲要死，我是天使来接伊去。即个人啊啦，即个哥阿雄，你知影？伊一听这说，天使，我才祈祷尔，天使谁来啊？阿雄，歹势，阿雄前2工就搬走，无住伫遮啦。兄弟姊妹，毋通乌白求，好无？这是伊读书吼，共款部落落来吼，甲伊。创治啦，莫讲创治啦，就是一次吼，咱毋好乌白求。互咱那个活地时阵，阮真知影上帝心意。咱有一个使命，咱毋是死的较好，袂。若未到迄个时，咱就爱来讲主啊，你互我活地是要为虾米？我要为你来活。即个使命是啥个？我要献上。
我心内所想的，主啊，你拢知，你嘛意爱，你关心我。主毋是毋关心你所爱的，主知甲你所爱放伫主的心内。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无感觉你真济的时阵，哪会遐拄好？我心内想的，就随，敢若拄食迄个，随落上帝都差派一个真个天使对遐过听去，就来供应。所以兄弟姊妹，咱谁人爱读圣经？咱的心有通啊是会小可歪错。咱读圣经，咱祈祷，咱来听讲道，小组，咱就知影讲，咱是毋是有想了歪错去？若想了歪错去，咱就安那紧来到主的面前。主要甲你所想的、你所意爱的，主拢放伫伊的心内面。安怎讲咧？咱来看保罗。这是保罗尾啊22章伊所经历的。对今仔日21章，咱就看下，保罗一心安那，甲李登辉、李登辉同款，伊一心拢想要死啦。他想死，他想为主死，因为我呢，无法度决定我要安怎生，总是我会当决定我要安怎死，而且要轰轰烈烈。兄弟姊妹，保罗毋是要爱献他自己，伊毋是讲我死了足好看，毋是，伊一个心志尔。啥物？伊要传承，传承啥物？咱来看这22章，今仔是读21章对无？22章伊去用掠的时阵，伊安怎信用告别，咱就知。上帝意思是要叫伊去传互外邦人，也是要互伊伫咧犹太人遮中间传，然后被掠受死。咱斗阵来读刚好22章18到21，请看到主甲我讲，赶紧随时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即所在的人要接受你为着我所做的见证。我因讲主啊，因家己知我以前去逐个会堂掠信你的人，关落监，搁甲因拍。你的见证人司提反，互人杀害的时，我嘛徛伫边仔赞同伊，搁甲害死伊的人，搁换衫。主对我讲：“你去，因为我要找你去远远的外邦人遐。”哇，这是尾啊！到22章的时阵，咱就知其实，若是对这经文来看，咱的主是要互保罗去传福音哦外邦人，毋是要互伊掠去互犹太人掠起来。总是有一个心志是着，搁较安那学谈长，伊嘛愿意去。所以兄弟姊妹，安那讲即个经文，因为保罗伊捌安那。当伊还未信主的时阵，司提反去互人掠喺中向用石头讲死的时阵，保罗迄阵伊的名叫做啥物？扫罗，伊替人顾衫对无？这经文伊嘛有家己安尼讲。伊看人安那，看司提反去人向拍死，伊还搁踮遐笑，因为伊怎毋信耶稣？总是要伊做一个真好的见证安那，主来改变伊，互伊变成啥？毋是迫害耶稣的人，反倒当是宣扬耶稣福音的人，对无？这改变足大，这个见证足好个啊！所以保罗伊家己想，伊足意爱，伊爱讲主啊，我若是受掠受害，边仔的遐嘛有搁一个保罗，搁一个扫罗伫咧边仔看，伊嘛要诚做传福音的人，我要传承互伊，所以我要为主来死，总是这间上帝的心意。咱要继续看，咱若是伫主的心意内面，咱就是做毋着决定，主嘛有法度。安怎有法度？上帝所爱就是甲福音广传。保罗一直想要传福音互伊家己的犹太人，总是上帝的心意，要掠一个做有帮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逐项代志拢会使。拢是互相伫主的内面，拢会当有安那，对人会当有帮助。都是就讲啦，若是讲保罗即个决定是毋对的，嘛无要紧。兄弟姊妹，咱若是做毋对的决定，嘛无要紧，因为主伫主的内面是会当互咱长大的。上帝要爱，会伫咱的心掌
基督所要的会在我们心里长出来。或许咱会感觉足，哎哟，我哪会要栽就好，要栽就好个啊，对，无要紧，伫主的内面，咱嘛是好个人，阿免吗？因为咱的上帝上安那，上介好个嘛。所以咱毋免去顾遐济上帝，咱若好掉咱有感动，咱就行动。都是干那，只要毋是违背圣经的，咱去做上帝甲伊基督的心，放伫咱内面，互咱的心会长出来，像基督一样，学习基督的一样的心。我毋知你有看今仔的周报无？今仔周报有一个真好的见证，毋是即马看，转去再看吼。就是咱的兄弟，伊咧做的生意中间，人看做无机会，总是伊甲基督的心放伫伊内面，伊所经历的却是遮尔丰盛。兄弟姊妹，咱敢好甲家己的即个想要爱放伫主的内面，主要安那要斗，要来祝福甲引带咱毋通累积。咱对倒位会当看见保罗，伊要愈来愈顺服主，这是伊伫要去用掠，要为主来死正经的即几本册。哇，敢若一个主题就是顺服。伫后礼拜咱要选中集，过来咱就是要足济满年度的核心的同工的邀请。兄弟姊妹，咱愿意顺服无？你会讲啊，无事啊，我足济啦，我无法度啦，就是无法度才爱来啊。啊，若有法度是你有法度，还是上帝有法度？你就是无法度，你才来回应主。有一间教会一个传道，伊是会足实际的，因为伊定传福音，但是迄教会安那落安尼烧袂起来，你知无？吼，啊，就拢安尼，无几个人安尼。啊，有一遍有一个迄个吼食酒啊，迄个部落，逐个拢惊伊的人，吼，啊，即个传道就带因的迄个去传福音，传互伊，即个人就甲即个传道讲，要叫我信耶稣，好啊，你先甲我改啊，改啥？改酒，你甲我改酒，我就信，吼，就吼到处去欺负人，无2礼拜，对后壁有一个人安尼闪进来安尼吼，塞进来安尼，教会无大间啊，才坐伫咧无偌久尔，哇，啪，开始哭，就是迄个人，迄个大坏蛋吼，伫咧因的部落，哭甲无声嘛，哭甲讲主啊，我那么坏，你那么爱我啊！哭完了后，哇！即个教会细间啊，无几个人，大家要感谢上帝，讲主啊，你就是听世间人，不管伊目前是安那，传道就甲伊关心。无哦，我是今仔日臭拄敢哭尔哦，我是无迄落哦，来出去。我无是无要信你这哦。经过几礼拜了后，伫咧迄个部落内面，大家咧做迄个欢庆的时阵。哇！伊一步佫开始发生地，你知影？哇！甲人安尼乱甲安尼吼，乱甲安尼，佫迄落，大家拢看讲好做戏就对啊吼，敢若做戏的安尼。讲哇，即个人有够歹的啦，啥物人有法度伊啦？大家就讲，规落来讲，主啊，敢若你有法度啊？即个人哪会安尼啦？咱敢知即个人竟然看到众人为伊祈祷，伊阵啊对拍人中间，规个拍落来。拍落来安那，一直哭，本来拍人的哦，毋是喝救人尔，拍落去一直哭。对迄天了后，即个人大太人，伊愿意拍落来降服伫即间教会。即间教会本来即个传道敢若少人，对迄天了后，伫众人中间，伊真正互安尼，真的出了洋相啦吼。大家拢踢笑伊的即个洋相，伊伫遐拍落来，伊知伊需要主，敢若有主会当来拯救伊，甲拯救即个部落。就那迄间教会，对迄天了吼，迄以后坐无够，哇，人一直入来，
兄弟姊妹，咱愿意顺服无？一个大歹人，你愿意为祈祷？人看做无可能的，咱愿意为祈祷无？上帝手真奇妙，本来互伊一间教会，互伊踮遐哭，伊还阁热心，哦，即摆全部落的人，伊伫遐哭，会醒起来。你上帝才有法度，人无法度，总是咱愿意顺服无？少年讲顺服不舒服，对，总是你愿意献上你的不舒服吗？咱愿意吗？咱活的是为虾米活？就是咱讲，我可能回应毋对啊，我可能回应毋对，我可能做毋对，无要紧。主要保护，要管教，要管教伊所听的，互咱会当活倒转来，会当互咱会当搁一遍伫主的内面，因为信心伫咱的中间，定定伫咱的心。定定伫咱的心，互咱的心做决定的时阵，真正会当做着上帝心意的决定。就是有苦难，咱嘛会当经过，咱嘛会当来得胜，搁有剩。因为主的听，互咱是属基督的人。咱三角来听，咱来读保罗尾啊，安尼来见证，伊安尼讲，请咱来读，请。我做一个属基督的人，讲实话无白贼。我的良心受圣神感动，甲我做证。我非常忧伤，心内痛苦无停。我为着同胞，我的骨肉之亲，本身若受咒诅，甲基督各开嘛甘愿。兄弟姊妹，咱愿意吗？咱愿意，咱为着咱的至亲，愿意为着上帝的教会。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咱去做一寡决定吗？若是信心感动你，讲你就是爱出来，你愿意讲主啊，我愿意吗？咱或者心内会感觉讲主啊，愿你的旨意只正，总是我需要知影是毋是你的旨意。那呢，咱就搁甲一遍，咱来看要安怎来分别。你若是感觉摇移，你讲啊主啊，信心啊，恳求你来感动我，看我到底是要安怎来做。兄弟姊妹，你若十字路口看到红青灯，你讲主啊，圣神感动我，看我红灯会当过袂？这会当用理性决定，毋免圣神感动，好无？这就是理性，你就是袂当过去。今仔日咱要伫隔壁签约，讲主啊，你互我圣神感动，到底爱共签啊？毋免签？会按照规定，按照顺序，咱就是爱签啊。这个就是我们理性，咱就是爱甲人拍契约。人感觉搁有啥物是，就是去做就对啊。当然啊，你若甲人约束啊，你要带敬拜，参像小乖这新人哦，你要做10月10号，甲人约束要来遮做带敬拜，甲主约束的，你拢免想讲主啊，早起起来，冷啊，圣神你感动我，看今仔日爱去单拜师无？我甲人讲好啊，总是圣神啊，你若叫我莫去，我就愿意顺服啊。你就来吧。毋免祈祷敢好？毋是毋免祈祷啦，毋免问信心。你讲主啊，信心你帮助我有困难，较紧毋好祈祷啦，吼。好，搁安那会当求信心来感动的？有啊，总是咱当咱有钱要来奉献的时阵，讲啊主啊，我有一个政府互咱最近佫互咱啥物纾困金对无吼？有人有收到无？2万块嘛吼！我主啊，我要来奉献，奉献我家己的教会11奉献，也是要奉献一个慈善机构。兄弟姊妹，咱第二个，若是家己的教会11奉献，爱奉献无？还是爱祈祷？当然嘛爱奉献。这毋免讲信心感动啊！11奉献是我们当尽的，你就是爱奉献。剩的你安那？信心你感动。互我再来分配较奉献无共款的慈善的机构，也是讲别间的教会，所以咱会当真清楚，会知影啥物时阵，咱就是决定足决志的，足清楚的。啥物时阵咱爱信心的感动，亲像咱买隔壁大楼，咱就是不断的祈祷，对牧者中间，对长老中间，咱有真清楚，甚至咱的咱的董事长美惠长老，伊几岁呢？18岁对无？伊18岁是毋是足少年的，你知道吼？伊德福关怀据点9月中到时啊，你若来看，伊来1个月啊。
会伫楼骹洗大鼎呢？请问咱偌久无洗大鼎？咱敢80几岁呢？兄弟姊妹，咱有信心的感动，咱就起来吧。无咱活着要创啥？要囥咧互休烂吗？无须干那会当甲你讲，你若是用身体吼，有人透早去运动，暗时搁去游泳，互你用甲安那身体，上帝要收你的性命去的时阵，摕去烧的时阵，搁较安那健康的身体烧去，甲无健康的，为主拍拼，做甲身体虚累累的，去时间到去烧共款，无分。安尼咱有了解无？你为主拍拼，我讲哦，我安尼遮酸遐疼，为主拍拼，啊，甲我吼毋好去服侍，我爱认真拍拼，来运动我好的身体。结果你拢家己的时间拢囥伫养生，结果时间到去烧的拢共款，但是甲主见面的时阵是无共款效哦。但是咱来看，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感动来看是上帝，还是魔鬼，还是家己？请咱毋好凊彩讲这是信心的感动，因为这是得罪主，这是10条戒第3戒，毋通人丧称上帝的名。敢好？伫咱每一个人拢会死啊，所以你免紧张，吼，永远拢免紧张。啊，迄天若到吼，自然你就知。伫即个中间，咱到底是接受，还是领受，还是享受？咱看到保罗，伊已经知影伊家己的心情。虽然即中间的决定有可能伊掠家己的意思做意见，但是总是囥伫主的内面，主会甲伊说甲主的心意内面。你看伊嘛甲福音传出去，嘛要啊写足侪新约的册。只要咱讲主啊，愿你心伫我的内面，愿你的一个旨意伫正。李登辉总统讲，伊感谢上帝，伊毋知伊做人欢喜啊无欢喜，总是上帝欢喜就好。伊知未来要甲上帝要算账，上帝讲的才是准，人讲的拢无准。兄弟姊妹，咱嘛要算账哦。伫天的遐，上帝要一笔一笔甲咱算。咱遮尔有福气，今仔日咱会当伫咧遮。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偶然，是必然。你今天才会坐在这里。你今仔在这里遮，有一位主听你的主，伊是上大的亏待，而且伊听你，伊要引带你行头前的路。刚好。咱将咱的头前的路讲，主啊，你的心意是啥物？我无私交，我就是专心伫你要爱我跑走的路，我愿意去跑走，我愿意一心跟对你。虽然有当时我真的会行毋着路，总是主你有缘来带领，因为我要献上我一生的性命，我活地时阵要献互主你来用。李登辉总统，咱的前辈已经甲台湾交互咱，保罗先生嘛，福音要交互咱。咱愿意献上家己吗？毋是干那嘴讲，毋是感动尔。咱有行动无？咱若有行动，咱毋免惊，咱走抓去，因为主要引带咱。咱要看一个影片，咱注意看，即个影片穿白色的人，因要投篮迄个球，总共投了几次球？好，请。4、5、6。白色的鸟，8、9、10、11、12、13、14。How many passes did you count? 15。好，15遍对不？是不是15次？4。如果你认真数15次，没有错，因为义牧师邀请你，我邀请恁去算。一生中间可能有人，互你一个任务，讲你一生中间要去算15遍，几遍是投迄个球的，你就是专心伫遐。总是请问，伫即个过程，你有看见一个大猩猩无？有啊，有看见的举手。哦，厉害！因为咱的注意力有限。如果我们咱的一生中间年龄足有限的，你若是拢互
好亲像应验牧师拄则甲你讲，啊，你要算迄落篮球就好，总是你拢无看到迄个上大的任务，就是大猩猩伫咧你的头前行来行去。你若无看见，信心要引带你看见，信心要帮助咱。咱一生，咱到底要追求的是啥物？是追求的，拢藏伫咱即内面的，即个有诶无诶，啊是咱讲要互信心来用。咱的性命要装上帝互咱的祝福，要装上帝要爱咱斗阵去经历去做的代志，伊要首先会祝福咱。虽然咱需要付出代价，总是主要诚侪咱的快乐。有人安尼祈祷，我想这嘛是咱定定祈祷。我捌求上帝赏赐互我快乐会当成功，总是主互我软正，互我学习谦卑顺服。我捌求上帝互我健康，会当做大事，总是主互我破病，做更较好的事。我捌求上帝赏赐互我财富，通享受快乐，总是主赏赐互我善良，诚做聪明的人。我捌求上帝互我官兵，互我会当得到人学乐，总是主赏赐我原谅，教导我学习，我需要做。我捌求上帝赏赐我一切，互我享受性命，总是主赏赐我性命，互我会当享受一切。因为你若无性命，只爱拢无效。今仔日咱还阁有一口气。虽然咱可能无啥物拍拼回报，还是月光族，就是咱有所有的愿望，原来会当下主心意，咱无讲出来的祈祷，上帝嘛应允，所以咱免烦恼。咱就是一心一意伫主的面前，紧食祈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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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主啊，我要祈祷，甲你到成就迄天为止。兄弟姊妹，安尼你是要成就你要做上帝，还是要由上帝来做上帝呢？愿咱的祈祷中间，信心帮助咱献上咱家己的中间，互主来引带，互信心来改变，甲咱创造咱心内遐无下上帝，互咱拢会当成做互上帝祝福的人。咱愿意吗？愿意拍败伫上信心的感动内面，互主甲咱遐无路用的留去，互咱留伫个主的道路中间，回应讲主啊，我愿意，恳求信心来感动我，互我有行动。我愿意吗？愿意互主来用吗？请咱起立，咱要斗阵来念这首歌，诚做咱的祈祷，献上家己做者，完全降服伫你。信心的火来烧，这就是放伫火就是互咱不舒服，总是会当互咱遐无路用的会当烧去，互咱的性命还阁剩的遮年日，每一天拢会当为主来活，会当活了是受上帝祝福的，有意义的，咱三甲来唱。主家己做者，完全好伫你，信心的话来分享，稳定的有你落来，打出天地脚步。
度，就是主你的国度。主，阮愿意献上阮搁出来才会性命开始。我毋知还搁偌济年日，总是主阮讲，阮愿意。虽然阮献上的时阵，会互亲像圣神的火来烧，因为这个火是要烧起阮无下主心意的意念、的想法、的情绪、的意志，甚至是阮的身躯。主啊，恳求你来烧起。互阮的性命留落来，就是会当下主你心意的性命。主，阮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今天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样天气，我们愿意离开家来到这里，就是主你爱我们，你吸引我们。因为主，你有一个祝福要赐福于我以及我的家人。没有什么困难是主没有办法解决的，没有什么问题是主没有办法超越的。我们的主就是爱，爱每一位相信或不相信他的人。我们的主在你的生命中，每一天都要带领你，只要你愿意说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我真的不行了，主啊，唯有你行，主啊，我已经无法度啊，主啊，只有你有法度，因为主你是惊神惹奇事的主。阮感谢阿罗你，阮献上阮家己。互阮的一生跟对你，互阮的一生真做有意义的人，真做有影响力的。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绝对甘心乐意。若是你无明白奉献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谢谢。平安，有喜乐，有主你的圣灵来感动阮每一个人，会当真做福音讲传的使者，求主你，互阮有丰富的生命伫阮的当中。阮即时要奉献
时间、金钱甲财力，为主，圣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谢谢，咱请由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咱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央做伙来敬拜的兄弟吼，来欢迎有族姊妹，毋知伫啥物所幼稚姐妹，哎呀，在这边吼，来徛边啊吼，来欢迎。好，请坐吼，边仔的会当代表教会甲欢迎啊吼。咱特别为着这个家庭来祝福、来祈祷吼。佫有其他伫咱中间做来敬拜兄弟啊无？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咱伫后礼拜礼拜中间第2场的礼拜中间要召开临时的会员好会，要来选举长老3名，执事有5名。相关的消息拢公告伫公报栏。请咱后遮个老教的会当小会书记跟中义长老来提出。咱伫后礼拜若无法度出席，兄弟姊妹，咱是做会员，就是表示讲你有权利，你也有义务。你若无法度出席，请你用书面小组长也是讲咱小会书记来请假。遮个长老也是有这个执事的推荐的名单，因为执事也是普选，总是小会有推荐9位，总是后来有几位，伊讲都较无好势，所以有目前剩5位，所以咱为着这个来祈祷吼，上帝安怎感动你来选出，以后4年的中间，就是甲牧师团队伫遮来配合，来推行这个圣工。所以咱无法度有遮出席的，请咱一定爱请假。咱原定今仔日中执会，咱改伫后礼拜下晡有彭杰恩传道伊要伫树林的北大教会伫遐来创立音乐牧师所以咱牧者会前往去参加吼。咱伫11月初1，咱要举行今年度的第6次上尾一遍，今年度的圣礼典，若要洗礼请咱伫10月18日进行，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10月25是咱要庆祝甲咱教会55周年啦吼，一个感恩礼拜甲福音的餐会，咱报名到10月11，请咱咱的各牧区小组伫遮来报名吼，咱每一个人的费用是200块吼，这教会拢有补助，所以咱会通邀请慕道的朋友，你会通。讲我请恁来食饭安尼吼，你替伫遮来报名纳即个200块吼，其他就是教会也有即款的一个补助，所以咱为着即个有一段影片，请咱来看者哦。咱伫迄天吼，咱10点半准时开始总是咱会通提早伫遮来入场，伫博苑的会馆
请咱会通提醒伫遮烧酒来报名。今仔因为早起的落雨，所以关怀这医疗关怀的咨询有暂停哦。下一个咱的合作社有要订一个社务的助理1名，这服务时间是每礼拜早起9点半到下昼的点半安尼吼。若有意向的吼，会当顺便登录伫遮来接洽。咱具体消息请咱来看吼。咱的10月初1是即个国定的假日吼，中秋的连假。总是我来讲吼，你毋通等到礼拜当要转来，礼拜转来已经大塞车，所以请你拜六转来，礼拜来参加会员好会吼。即个交通部议员讲，可能今年即个中秋连假会甲过年差不多共款吼，所以请咱提早吼伫遮来准备。咱伫第7组吼，第7组的小湾节吼，小湾节伊伫9月23日龙珠云调，享年91岁。定伫拜二9月29，要伫咱的7楼举行安慰礼拜。伫拜六吼，咱会通提早倒转来，伫拜六早起10点，要伫桃园殡仪馆至善堂举行入殓，11点火化的礼拜，下昼点半会倒转来到伫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下晡4点。伫den福陵园会举行安放的礼拜，政治兄请你徛开者吼，这是小湾节的大公主啦吼，咱为着这个家族来祈祷吼，因为真济吼，为因来祈祷失去这个亲人的哀伤。较要紧就是讲，毋茫互这士大人真水的信仰会通流落在遮的囝儿孙，因为囝儿孙大部分拢无信主哦。所以我邀请咱吼，你若10月初3这个拜六的时间有都合的好势，请咱尽量来参加，来祝福这个家族，互因有机会透过你的参与关怀，透过上帝的听，互这家族拢会通得到永远的福气。咱有即个哀伤的事，嘛有喜乐的事吼。来，乖，徛开一下来。咱先拍鼓甲伊恭喜啦吼。这是咱启明兄过春节的第2后生吼，陈汉产拢叫伊阿乖安尼啦吼，后请做吼。伫即个10月初10拜六早起10点。要伫教会吼，咱的2楼礼拜堂举行结婚的礼拜，愿上帝祝福哦，这对新人。其他的请咱家己来看吼，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做伙来。伊毋受苦课，阮就煞讲，主的旨意得到成，就是使徒行传21章14节，搁一遍。伊毋受苦课，阮就煞讲主的旨意得到成，就是使徒行传21章14节。咱来吟祝福的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今日上咱要请老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对。
耶稣基督拯救的恩温临到伫恁，甲恁所关心的处理的人，甲恁所设定要传福音互因的人。因为主无爱一个人沉沦，爱人人拢会当得到救。愿上帝听正做恁大家心灵的健康，嘛正做恁甲人的好好支持，甲引带恁头前的路。亲爱的圣神，甲恁伫地，互恁对遮出去，转到恁的厝，转到恁工作的所在，转到伫学校，转到伫即个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伫遐要真侪光，要伫遐要传扬主的听，互人人拢有得到平安甲喜乐。对即时伫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灭倒。咱下礼拜到遮，咱彼此来请安。天气咧变化有较凉冷，所以注意咱的穿插会当保暖愿上帝祝福咱。